台南音乐甲生活美学协会理事长苏明洲表示，因每个月拢会甲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聚餐，互相了解业界情形，希望借此成立一个互联网，互无共领域行业会当互相交流。这个月的聚会拄好是暑假的开始，也想要趁这个机会，互家父中心的小朋友提早接触社交礼仪。特别在这次的聚会活动当中，为小朋友安排社交礼仪的课程。这个活动呢，是由日保保险柜所成立的台湾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所主办。我们类似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都有办理。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我们西餐的礼仪，他要如何来用餐啊。这个对于他们日后走入国际是很有帮忙的。另外，我们在成人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来介绍我们葡萄酒有不同的品种，有白葡萄酒，有红葡萄酒，有香槟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饮用？有不同的杯子。一般来说，品酒都只有所谓的这个酒类，然后做教学，都没有音乐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我们邀请了3位音乐老师，永福国小音乐班的音乐老师来演奏钢琴、小提琴以及萨克斯风。我希望能够把音乐和美酒能够做搭配，啊，那么这样子的活动，我相信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，从来没有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活动，让大家真的能够所谓的富而好礼。有的小朋友因为是第一次摕刀叉用餐，虽然无习惯，但嘛感觉真趣味。是西餐礼仪学到了用酒杯，还有酒杯的各种样式。这些你过去比较不知道嘛，会不熟悉这样。我也不知道。用餐结束后，苏明组也送予每一位小朋友一份伴手礼，加500块的奖助学金，鼓励因未来爱立即成长。苏明组希望邀集寡济企业界好朋友，未来爱多多关怀弱势家庭，共同创造一个善良又正能量的社会。记者张淑仪采访报道。